大家最近碌卡買嘢，有冇見過零息分期或者先買後付呢啲字眼？無論你係喺網店買部最新款嘅蘋果手機，去大型電器鋪買部大電視，甚至上網搶平機票去日本旅行，去到俾錢嗰一刻，個系統就會好貼心咁彈個掣出嚟，問你要唔要分12個月或者24個月還款。表面睇落真係好似好抵，每個月幾百蚊就可以將件心頭好帶返屋企，仲要大大隻字寫住零利息。即係話銀行免費借錢俾你使啦。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就大錯特錯啦。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糖衣陷阱，話你知點解呢啲所謂嘅零息分期分分鐘係令你跌入債務深淵嘅第一步。如果你唔想每個月出糧都要填落個無底深潭度，唔想無啦啦做咗銀行同財務公司嘅巨型水魚，咁你一定要睇埋落去。因為我今日會將所有隱藏收費同埋遲交罰款嘅恐怖真相一次過同你起底。我哋先嚟講下最常見嘅伏位，就係破解零利息嘅字眼藝術。好多時大家行街睇中一件價值1萬蚊嘅產品，見到宣傳單張寫住免息分期，就覺得自己賺咗。銀行同商戶捉緊咗消費者貪小便宜嘅心理，知道大家一聽到零利息就會放低戒心。但係世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銀行打開門做生意，借錢俾你係要成本嘅，佢哋點會咁好死唔收你錢？秘密就藏喺嗰啲細到用放大鏡都睇唔清嘅條款細則入面。佢哋話無利息，但係往往隱藏咗高昂嘅每月手續費。呢個手續費聽落好似好少，可能只係每個月0.2%或者0.5%。好多人就會覺得，哇，0.幾咋嘛，散紙嚟啦。但係魔鬼就喺細節度。當你將呢啲所謂嘅微薄手續費拉勻計算，個實際年利率隨時高得驚人。我哋試下計條數俾大家睇。當你碌卡買一件12000蚊嘅嘢，做12個月分期，銀行話免息，但每個月收你0.5%嘅手續費。好多人直覺會以為一年手續費咪即係0.5%乘12，等於6%咯。錯啦，你每個月還緊本金，即係話你爭銀行嘅錢係每個月遞減緊嘅。第一個月你爭12000蚊，第二個月你已經還咗1000蚊本金，只係爭11000蚊，如此類推。但銀行收你嗰個0.5%嘅手續費係永遠用你最原始嗰12000蚊本金去計嘅，即係話就算去到最後一個月，你明明只係爭銀行1000蚊，佢依然收緊你用12000蚊計出嚟嘅手續費。如果你識得計真正嘅實際年利率，你會發現呢個所謂免息但收手續費嘅計劃，實際年利率分分鐘去到11厘甚至12厘以上。你以為自己好叻仔，借咗平錢，其實你係用緊一個極高昂嘅代價去提前消費。呢個就係銀行最中意玩嘅數字遊戲，用手續費去包裝極高嘅利息，等你不知不覺間俾多咗好多冤枉錢。跟住落嚟，我哋要講一個更加恐怖嘅生存教學。就係教大家點樣睇結單上面嘅真實收費同埋遲交一期卡數嘅後果。好多後生仔女啱啱出嚟做嘢，18歲、20歲，申請到人生第一張信用卡就覺得自己好威，開始瘋狂碌卡做分期。佢哋往往缺乏理財觀念，以為只要每個月找最低還款額就無事。但係分期付款最毒嘅地方就係一旦你遲交一期或者找唔足全條分期數，嗰啲預期罰款同埋衍生出嚟嘅利息係會以幾何級數倍增嘅。當你每個月有一筆分期數要還，呢筆錢係會直接扣除你信用卡嘅信用額。如果你某一個月大頭蝦忘記咗找卡數，或者手頭緊只係俾咗個最低還款額，咁災難就開始啦。首先，銀行會即刻收你一筆預期罰款。呢筆罰款通常都幾襟計，隨時要300幾400蚊，然後你嗰筆原本話免息嘅分期本金就會即刻跌入信用卡嘅高息計算法入面。大家要知道，信用卡嘅一般零售簽賬利息係非常之高嘅，實際年利率通常都去到30幾厘甚至40厘以上。由你遲交嗰一日開始，銀行就會用呢個極高嘅利息去滾大你爭佢嘅每一分每一毫，而且係用複式計算，即係所謂嘅利疊利。你原本以為只係買件電器做個零息分期，點知因為遲咗幾日找數，無啦啦要俾幾百蚊罰款，跟住成條尾數仲要挨30幾厘高息。有啲人因為每個月都只係還最低還款額，結果還咗幾年，發現自己爭銀行嘅錢不但無少到，反而越滾越大，就係因為啲錢全部用晒去填落啲高昂嘅利息同罰款度。呢種雪球效應就係好多香港人跌入卡數深淵嘅萬惡之源。所以大家每次收到月結單，一定要擘大對眼睇清楚，唔好只係睇個最低還款額，一定要睇清楚自己每個月要找嘅分期數係幾多，並且確保自己準時而且全數清還。
而家市面上嘅分期服務五花八門，為咗令大家唔好做水魚，我哋一定要識得分清楚商戶指定免息分期同埋信用卡簽賬分期嘅分別。呢兩樣嘢聽落好似，但其實背後嘅玩法同隱藏成本完全唔同。我哋先講商戶指定免息分期，呢種通常係你去大型連鎖店，例如買計算機或者買大型家電嗰陣，商戶同指定銀行合作推出嘅優惠。呢種分期嘅表面賣點就係真係零利息同埋零手續費，冇錯，喺呢個情況下，你真係唔使俾多一分一毫。點解商戶會咁着數？因為商戶想做成你單生意，佢哋寧願自己俾手續費銀行，當係宣傳費或者促銷成本，都想吸引你買嘢。呢種分期嘅真實隱藏成本相對較低，但係大家都要留意一點，就係退貨或者提早還款嘅條款。如果你買完件嘢唔想要，想退貨，有啲銀行係會收取你一筆手續費或者行政費嘅，因為佢哋已經幫你做咗分期手續。又或者你突然間中咗六合彩，想一次過清晒條數，銀行一樣可能會收你提早還款手續費。所以呢種分期比較適合嗰啲確實有大額消費需要，例如啱啱搬屋要買家私電器，而且自己嘅現金流非常之穩定，確保自己未來10幾20個月都可以準時還款嘅人。如果你符合呢啲條件，商戶指定免息分期確實係一個唔錯嘅理財工具，可以幫你保留手頭上嘅現金。然後我哋講下另一個大伏位，就係信用卡簽賬分期。呢個係指你喺任何地方買完嘢，然後自己打電話或者用手機應用程序向銀行申請，將嗰筆簽賬做分期。呢種分期嘅表面賣點通常標榜極低息或者直頭話免息，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呢種分期最大嘅真實隱藏成本就係嗰個每月手續費。銀行會用盡各種字眼去淡化呢個手續費嘅存在感，等你以為自己真係借緊平錢，但係當你用實際年利率去計算，個利息分分鐘可以高達5厘、6厘甚至10幾厘以上。呢種分期絕對係要盡量避免，除非你真係遇到非常緊急嘅情況，急需要資金周轉，例如屋企人突然要做手術，或者遇到突發意外需要一大筆錢，而你又冇其他更平嘅借貸途徑，你先好考慮用信用卡簽賬分期。如果只係為咗買個新款手袋或者去轉歐洲旅行，而要硬食呢啲隱藏極高嘅利息，真係非常之唔理智。近年仲興起咗一種叫先買後付嘅平台，英文叫 Buy Now Pay Later。呢啲平台主打無信用卡都可以分期，非常之受一班後生仔女同埋大學生歡迎。佢哋通常只需要綁定一張扣賬卡或者轉數快就可以用到，買幾百蚊嘅化妝品或者衫褲鞋襪都可以分期。呢啲平台嘅宣傳手法極具誘惑性，令到好多心智未成熟嘅年輕人不知不覺間養成咗先使未來錢嘅壞習慣。先買後付平台嘅危險之處在於，佢哋將消費門檻降到極低，令你對金錢嘅痛感變得好微弱。你買一件1000蚊嘅嘢，分3期，每個月只係俾300幾蚊，你會覺得好似冇用過錢咁。結果就係你會越買越多，今日買件衫分期，聽日食餐好嘅又分期，不知不覺間，你每個月嘅零用錢或者人工就已經被呢啲幾百蚊嘅分期數蠶食淨盡。而且呢啲平台一旦遲交，啲罰款同樣係非常之驚人，有啲甚至會將你嘅欠債記錄上報俾信貸數據庫，即係環聯，直接影響你將來嘅信貸評級。如果你18、22就搞花咗自己個底，將來你想買樓、做按揭或者做生意，想問銀行借錢，都會面臨極大嘅困難，甚至要捱比正常人高好多嘅利息。所以大家一定要認清一個事實，分期付款本質上就係借錢，無論佢包裝得幾靚，叫零息也好，叫免息也好，叫先買後付也好，你都係用緊未來的錢去滿足現在的慾望。我哋生活喺一個消費主義掛帥嘅社會，每一日打開手機行出街都有無數嘅廣告，用盡千方百計叫你買嘢。佢哋會話俾你聽，買咗呢個袋你就會變得更有自信，買咗呢部車你就會得到別人嘅認同。但係冇人會話俾你聽，當你每個月對住張卡掃單發愁嗰陣，嗰種壓力同焦慮係幾咁痛苦。真正嘅財務自由唔係你想買乜就買乜，而係你買一件嘢嘅時候，你唔需要擔心點樣去還錢。如果你真係想買一件心頭好，最好嘅方法永遠都係儲夠錢先買。你可以每個月將部分人工存入一個特定嘅戶口，等到儲夠嗰筆錢，先去享受購物嘅樂趣。呢種延遲享受嘅過程，不但可以考驗你係咪真係好想要嗰件產品，仲可以令你買到嗰一刻嘅滿足感大大提升。如果你真係迫不得已要使用分期服務，請你一定要做好以下幾點準備。首先，清楚了解自己每個月嘅固定開支同埋收入，
計算好自己可以承受嘅還款額，千萬唔好將自己逼到太緊，一定要留有備用資金去應付突發事件。其次，每一次申請分期之前，花幾分鐘時間攞部計算機出嚟，或者上網棒啲實際年利率計算機，將所有手續費同隱藏收費計一次，睇清楚個真實成本係幾多。問下自己值唔值得為咗提早幾個月用到呢件產品而俾咁多利息。最後，千祈要記住，一定要準時還款，設定好自動轉賬，確保唔會因為一時大意而惹來無謂嘅罰款同埋高息。總括而言，零息分期絕對唔係免費午餐，佢背後隱藏住銀行同商家精心設計嘅利潤陷阱。作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我哋一定要學識拆解呢啲字眼藝術，睇通結單上面嘅真實數字，唔好輕易被眼前嘅蠅頭小利蒙蔽。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大家敲響警鐘，重新審視自己嘅消費習慣。大家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將自己嘅未來斷送喺無盡嘅債務之中。理財嘅第一步就係要量入為出，對自己嘅銀包負責任。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或者身邊有朋友成日都中意做分期，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等佢哋及早醒覺，唔好再做銀行嘅水魚啦。都市生存記，我哋下次見。